防部日前来公告，要来修正着全民防卫动员法，引起着未少的争议。特别的是，后这个16岁青年来就战场，是家长真愤怒。国防部长早起到立法院接受到记者的访问，是主动请记者，予伊3分钟来说明。区国政讲，绝对无可能予16岁学生上战场，因为入伍做兵是18岁以后的代志。区国政讲，伊嘛反战，但是嘛袂使拢无做准备。怎么可能会有什么16岁叫去是吧？拿着枪去，这些人来我还怕。这个讲法，互真侪人拢笑出来。郭国正面对立委用笑话的方式，无承认讲会互少年人上战场，伊的态度真严肃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先给我3分钟。什么16岁就要上战场，这个完全没有这种事情。伊甲所有记者讲，要修全动法，唔是为了要叫未成年的学生上战场。我们国军来讲的话，要入伍要18岁以后啊，那当兵也要等到入伍完了他才有枪啊，怎么可能还没有入伍，还没有经过任何训练，就要去打靶呢？不能打靶都有着严格的规定，遑论作战。区国正一个讲超过10分钟，就算后来有媒体讲到真侪年前的议题。李向敏他们坐在听讯中国习近平的训话，这个你怎么认知？我没有听懂，这是也几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已经在处理。方便澄清一下，让记者们都了解。我需要怎么样澄清？我不了解。记者问，伊就回答，甚至已经超过本来9点要入去委员会时间。好，请教一下。等一下就拜托一下，跟主席讲我迟到的原因啊。作战都不愿意发生，虽然身为军人出身的我也很反对作战，但我不能不做准备。针对记者的问题，区国正拢是一一的回答。毕竟进前的网站有向公告讲要修全动法，连民进党的立委都唔知影，引起各界顾虑。即马公告期满，网站撤掉，要过全动法依然要继续修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